些资料下，当红下没有你3年啊。对，我是住你家对面啊。哎呦，变老了，变老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妈真的变老了。有寒时间，那电哈地店那个造福员的实习。如果以后你老的时候需要照顾我，再留下电话给我，可能很快。等下也留一个点罗哥啊，团购打折一下。老热大擂台，老热强下来。今日歌啊淘汰赛清明礼拜啊，還算今日還算過年期間哦，年初八，年初八，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恭喜發財哈，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哈，大家恭喜哈，恭喜，身體健康平安，最重要。旺旺來，旺旺來哈，讓你發大財，發大財。好，來介紹評審欣賞，來哦，70位欣賞，70位欣賞，6冠麗欣賞，有小琪欣賞。好，那呢評分的規則沒有搶這位搶這位欣賞。好，大家好，我先龍太來講，恭喜恭喜哈，鼠年數錢數不完，好不好哈？當然今日成績。要越數越高哦，好不好哈？真的。必須係嗰一淘汰賽哈，從上個禮拜呢羅個李先生講嘅哈，他們從1年級變2年級了，好變2年級要有對晉級了，而注意嘛該注意上輪的比賽，先生攏講，哪位要加強，哪位要改進呢？不管係音準啊，也係咬師啦，啲基本呢，還有重要係啲表演的時節。做得人家感情，較投入到嘅地方，還會見名言啊，同大家講，除咗唔好緊張之外，先求穩，再個求好。哦，按你出咗嚟哪個分？對，好，好冇？加油！雖然簡單聽啲，唔好緊張，加油！好，謝謝。來，今日有請 TV 場的朋友。TV 係林翠成帶來我做嘅係。好嘞，哎呦，來談個啦。做嘅係越叫無人作來，行到心嘅時代。做嘅係點情嘅表國大，送票問起頭擺，頭擺總。天順路，頭擺昨天開過太失故，頭擺莫記得嘅頭擺，一步一步經行變出。可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你好，你好。哎呀，我看你那个资料下，当中下没有你3年啊。3年啊。空雄呀。空雄啊。对，我是住你家对面啊。对面。家对面。岭山不是？哦，是个20几年才能见一面嘞。哇。20几年。对啊。安远爸。安远爸没。爸爸。对，安远爸没。安远爸爸。我爸爸林永存。就喺我家对面的呢。是啊，他今天还带。哎呦，哎呦。变老了，对不起。我妈真的变老了。他还带证据来。哎呦，证据啊！你有一餐刚你还吃喜酒呢。你真的就我们那个亮牌跟翻的梦嘛。对。啊，就对面对啊，某一场。你要相片的嘛。开起来看一下，证据对不对？证据，这个是不得了。结婚照哎。为什么你有这个东西？我有去啊，有去吃喜酒啊。安远帮没哈，亲一亲哈。他起来可以哈。老爸爸穷，老爸爸穷，亲小子。对。然后我们又住对面。对。然后对啊。哦。很高兴。好美哦。而且你看还有罗哥女装哎。安远爸哈用抢游览茶，都来到个乡下哈。带相亲啊，咪上去个盐山泰饭店。盐山泰饭店抢哈，对啊。对。你看我20几年前就这么先进了哈。来，摄影师照一下这一张。对。我那时候就已经反串。穿婚纱拍结婚照。穿婚纱哦。后来好多人都学我，夫妻女的装男的，男的装女的这样子。20几年前我就玩这个东西了哈。真的哈。然后。看了很多的名人哦。那一天真的这个名人聚集啊。对。哦，政商名流都到了。哇。对。还有谁？还有，我记得吴宗宪呐。吴宗宪有当我的伴郎哈。这个。还有安迪美凤。还有这个是谁？看我姐姐，这个我姐姐啊，这个是张秀清。张秀清以前那么漂亮啊！怎么现在差那么多？也不是啊，不同风味吧。现在也很漂亮了。其实那一天应该是演艺圈呐，基本上线上的都到了啦。哇！没到的就不是线上的人。你有喊公公？不是，我结婚那时候算是一件演艺圈的算大事了。对啊，真的是大事，保留这些很美好的记录。对，哎，你的照片保留的比我还多。对啊，我一直珍藏着。对。有机会你看经过20几年，你就拿了过来看。是，有这个缘分。碰到相亲了，邻居。对啊。这隔壁林沙店呢，你应该就是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哈。是啊。差不多啊，你们细看还得睇。对。哎，细看你都睇哦。系啊，你他拍吧，我边他拍。哎呀，你还没有做民宿哎。有，我都睇三板桥。三板桥。三板桥。没有哩。女做补加捞一个大。哇，很厉害哦。而且他们很先进哦，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民宿，还没有一些什么把农地改成咖啡厅啊什么之类，他们就已经开始在经营了。算是先驱，很先驱。所以3义现在会这么的发达，这么的，就是你们带动的。有艺文气息，也有算，真的，他很早，真的带动的呀。真的。谢谢。现在3义每一次一有那个活动，都进入都是10几万人这样子。真的，3义很恐怖。是，谢谢罗哥，好地方，有限时间3义了啊嘞。对，按这些还有木雕可以买。哎呦，真的，好，来，冲这里，这位欣赏。哎呦，翠晨姐姐你好，哎呦，隔壁林莎，真嘅你隔壁林莎哈，好好照顾啊。冇因为隔壁林莎，你就特别本佢加分呀減分冇，你照規矩咯。冇嗎？冇，因為佢唱得當好啊，佢唱得當好。我就講3義之前都會唱歌哈，男生會唱，女生也會唱，係啊哈。通常嚟講你做評審欣賞吼，線數唱嘅第一季。你出結聽佢啊分數都哪位嘅？要唔講，你喺第一季唱得有痴心，唱得當有音準啊、感情嘛，該都有會發，你就會吸引我們聽你後面唱的歌。古時候講第一季歐洲嘅海，我彈動啊出當上，哎呦，你一上當 T P 咯，我彈款啊佢後邊樣版唱了首歌曲，
我只有讲几首歌曲，我只有唱到同好。TPA 嘛个 TPA 山歌唔唱山唔开，迄边个山歌，你最尾记有心年代，你唱到扭人对吗？有冇扭人？就是你唱出去会勾人的感觉。你喺当呢，因为呢首歌曲大家头前一定要唱到同好，有水准以上，唱快差唔多都后背要唱快的。不过你竟然是后面唱的比前面还好，你喺非常惊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弄讲，因为这首歌曲音乐的部分，它无按度，它简单。古时讲，你上动重要，无唱按重，我顶有的可能太紧张，比如讲紧张啦，头摆做到开高太杀鼓嘅样嘛，哦。那个重点有放错，个重音太多哎，会变得你有时候会抓不到那个重点。哈白读到安尼歌曲，强强的唱，音乐上线，音乐设备，你强强的唱，出作的弄点首歌唱得同好，今日表现同好，希望下摆看到唱下到后台个，带到下到录个相片。干嘛要？我听到全部了。谁时间搞不好你们以前有对啊，那种裸照哈，大家应该都有，他这个都有个 C 的时间。期待，有，谢谢。好来，你可以下给分数来。所以他领最整个分数。好。谢谢。马个意思啊？马个意思啊？你医生以为？谢谢啦，应该甲表里赞的感觉。他有表示你的评审公正。公平的，对，不过有没有嘛？甲表零三分数较高的。怪你嘛个甲表零三，好啦，冲得好觉得冲得好。从没有去给他吃有一个评判的规则，对吧？但是还是很棒，很厉害。请好他。好，董翻译看到，真的，董翻译看到，真的。啊，安之C，谢谢，好了，谢谢现在非常吵，谢谢。你看，可能我小时候跟他喝的那个水都是一样的，都附近的水，所以都很会唱歌。对，是在夸赞自己吗，罗哥？也在夸赞他。好来，沙雷，营业整带来阿妹嘅松树。来，弹开啦，嘿。你整体又见面了哈，哎呀，你双拜有来比过嘛哈？双一龟啊，双一龟。真的用麦克风讲话，对哈。怎么紧张的哈？很紧张啊。对。哦，冲水的呀，不用轻松，因为哎呀，就如释重负一样。对呀，好，紧张，还在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唱到一条歌，有咁嘅感受嘅。哦，想到俺妈妈，想到俺媽媽哈，也很有。冇錯。哦，一多年咧？差10年。10年。10年。哦。但是你要自己本身要有自我嘛。
哦就做人的妈妈的嘛吼，所以要了解，从来了过要了解到啊，做妈妈那种辛苦的心懂情，辛苦，真的哦。就摆係20歲就去台鹽紡織廠上班了。哦，哎纺織廠上班， 20歲就去做女工做操的，係嘛？對，做30年了呀。哎對，那時候6點上班要到12點，到6點。每天工作12小時，以前真的會爆肝哎，真的真的。哦，以前人真的好辛苦完全是更过劳的生活，这个逼都穿起。台湾的这个经济奇迹都是靠大家这样子。嗯。到最后，前10幾年的時候才開始是上8個鐘頭，以前都12個鐘頭。對，所以很辛苦。對啊，回來還要照顧小孩。照顧嘅小孩。來那邊先生來講邊啊，來。嗰陣時當見狀嗬，面縫哈。OK， 其實沒有同樣嘅問題，因為上個禮拜沒有按你潛水站嘅問題，就係災險嘅部分，可能唱歌嘅時間會咬死啊，會咬清楚，像阿妹嘅一松樹，阿妹嘅一松樹，也嘅災險冇出來嘅關係，所以也嘅聲腔不爆咗腔下，嚴準有，啊唔過詩都冇按清楚，所以可能按你做較大聲，有按好嘅感情嘅歌曲，唔像就潛監路嗰條地方啊，像也嘅 NGV 動 NGV 動，係有嘅咪托嘅種每回音啊，嗰啲地方啊，做動靜啊，處理得當好啊，係，所以我希望講咬死咬清楚，嚇，唔做潛切架適合，唔切架唱嘅歌誒，其實我當希望唔做得要歌曲出比賽，好嘛？好，安子生嗬，謝謝。而家我哋低下層啊，你追冇白啊，追冇白佢。係啊，啲咬絲冇清楚，聲音又出唔來。啊，對，會有一種感覺啦，嗬。哦，嚟，看一下分數啦，哈，看一下營業整個分數。不久，要發很久的，又發又久，好嘛？好，恭喜啦哈！謝謝。好，按直接先轉邊啦。可以啦，可以啦。好，係啦，嚟殺下嚟。殺嚟，希望用長帶來英共戀情。好嘞，彈款啦。多陣碰，多見閒歸人，路外虛偽，空滾雨茶，夢前盼。陣旁，多見閒歸人，路咪虛偽，空滾雨亦長，夢前盼。洪泰哥哈，看起来很像是个高人，風水太師咁嘅感覺嚇。咩有流衝？係啊，麥天珠還是？麥天珠。人家隨從很多啦，根本因為下部全部係皮講下來隨從很多。哦，藝堂講崇拜了6點嘅時間。11V。
家里八大三小11位都来到我们节目。真的都我们拉筹，今天也中央啊，今天来了几位？八大三小又来了吗？前面全部黑，全部黑哦。是哦，6大3小来了。哇，哎呀，全部也不看见。嘿，来耶，心 Q，心 Q，孙的。哦，阿个伢太太嘛。哦，也不用。很强，哎呦，哦，人家来的臀上都很强哦。有嘛有枪嘛，有枪。哎，人家这爸爸一天做回去。用慢讲，用慢讲，看唔来啊比赛，规个卡人就皮得唔来。系啊。摸下枪一下，摸一下，人家声音。声音。爸爸对你们好不好？好啊。好。这么好。爸爸比较威严呐，我们都不敢跟他讲话。不敢不来啊。不过看起来爸爸很滑稽耶。有，我就觉得你很搞笑的样子。哎呦，刚才是不是 Q 的？对啊，哦，所以这看得出来，这家里这个大家都感情很好，所以才会一直陪你来。系啊。好啦，来，那位先生来讲评来。用上睇過2號哈，要見面嚟哈，對人嘅家屬當有影響。當上一把開線嘅時間，咩咁樣當然來哈，當羨慕人嘅家庭嘅氣氛哈。所以講唔唱歌嘅，但是我唱歌你看平常在屋企練歌嘅時間，你用卡拉 OK 練冇？冇。你用嘛練？想唱嚟就唱。唔知用清唱嚟練？冇音樂伴奏，完全冇。所以有問題就來了哈。所以做乜嘅唔開始入歌嘅時間，體育人就做唔到這樣嘅。冇天天伴奏練習，甚至於冇天天主唱、演唱在一唱，唔做唔到嘅體育人。但是人嘅天分，人嘅本性當中講，喺個音樂以後，人做到以後，天天喺個就出來嘅。但是個體育人唔就做唔到，一隻佢哋唔都注意啊，因為一隻體育人冇上嘢話，也扣分會扣錢多啊。因為人按好嘅實力，本個一次次嘅小缺點，扣動到分嘅時候，動大數，嚇小缺點改過去了以後。將會有太進步，這係我本人嘅建議。好，加油，謝謝哈。冇可能你平常時都冇天天熒光嘛，所以佢就去甲起啲熒光年輕樣。但是現場起下嘅時間起冇共樣啊，佢可能記得佢嗰種起。熒光年輕。感情喺度咧，係我嚟咗嚟，厲害。看一下分數啦，看一下黃永長嘅分數。天邊流水，輕呀一瞬間。你客家話、客家歌不會講？不會講。從來沒有跟客家人相處嗎？很少了，真的。對啊，我在做生意，他們都跟我講客家話，然後我就說愛他們是，然後他說他們是又會講。就躺喺一個。聽說你爸爸來頭也不小啊，對，頭很大。來頭不小。以前有在樂壇上。哦，你爸爸？他爸爸當過林小培的吉他手。看下黃永長嘅分數。就是分啊，做得嘛，喊啲播出嘅表演啊，哎呀，加油哦！加油哦！我看你應該冇問題，係啊，冇問題，應該冇被淘汰啦。係，好，加油！好，繼續加油！好，分數休息。沙來，撐出梅帶來廖承賢。嚟，等啦。天邊流水，輕呀一瞬間，劃過一條線，明亮嘅光芒就是風，請問你對愛係唔係珍惜？
心上流逝。谢谢。两位主持人你好，好你好哇，春梅姐唱的这个味道也很有很土味哈，很有土味，传统味，传统的味道，传统味，真的没客家人哦，我唔会客家人啊，係河南人。河南没有啲香浓啊，好，你客家话，客家歌不会讲，不会讲。又要从客家歌，我就说学无所没，学无所。就你从来没有跟客家人相处吗？很少啦，真的。对啊，我在做生意，他们都跟我讲客家话，然后我就说俺他们是，然后他说他们是又会讲，就躺在一个对呀，对呀。所以以前都是唱火楼歌，对，现在客家歌就喜欢唱歌，五首。对，五首学了5首不够啊，你要准备16首。对啊，唱得那么好，应该可以唱到后面去。没有问题，没问题。今天就淘汰了。不，我问一下那个尤兆琪老师。那个春梅姐，你这那个客家话听不懂哈？听不懂哈？对。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可能有几个地方给你建议。本身你唱闽南语歌的时候，有一些发音你已经带到这个客家话来的，像那个昂蛋哈，昂蛋，还会变昂蛋。好，那个发音会转不过来，用眼皮你啊，英万倍利啊，用眼皮你。所以你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学客家话，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闽南语的每一个尾音都是往上，英万倍利往上嘛。那我们客家话讲英话就会用眼皮你。所以你要学视线的话，就是你记得一件事，就是我每一个字唱的都往下，那你有8、9成都会对。好，懂吗？谢谢。那我觉得就你唱歌有个人的风格，而且我们非常高兴，就是你不是客家人，愿意来唱我们客家歌，这是我们常常的推广的。很感动。对，而且你唱的因为跟我们客家人不太一样。那某 Q 腰嘛，就是你来好多人安尼唱的不太一样。那我希望就是说，假如说有机会入选的话哈，那后面就是请一些客家的朋友，问他几个字怎么念，这样我相信你后面成绩会不错，因为你唱歌有个人风格，对，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而且真的现在拜科技所赐啊，很方便啊。你就是叫朋友有没有客家朋友啊，就把你这首歌的歌词用念的，念啊，因为那个录音键按下去就用念的，念完以后你就每天听，就跟着念，念久了就会了。哦，好，就从念歌词回去加油一下。真的，就找你客家的朋友念给你。现在如果是 Live 把它录下来就传给你啊。对啊，就每天听，那个字就不会真差懂多了。好，就差不多了。好，8、9成。不会嗡等，冲到嗡等。对，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来。唱出每个分数。好。还蛮有味道的说。对啊，爸爸。没关系啦。没关系，爸爸好吉利的分数。好，先恭喜你哈。好，来回座休息。先唱一下。对，88分，我还跟他恭喜干什么？对啊，好酸啊。好了，沙下了。沙落，音樂停低落，重音。來，彈下啦。感恩嘅缘分前，祝
数一三。感谢年路断了线，年度情人困现。假使有泪腺，叫你变心，只怕泪腺难再相遇。茫茫人海里，爱比心多你，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叫你变心，千山万水也袂倾倒你，发在你手中给予。假使有泪腺，不叫你变心。哎呀！哇，你好，又见面了哈！玉腾好。哎呦，你知道这首歌是哪一位大师所写的吗？是一位大师就在现场。你也知道？知道。哇，赵琦老师。很紧张哈，在这个原作者面前哈。我觉得在原作者面前唱原作者的歌来比赛，好勇敢哦。勇敢哈，真的，因为他会特别挑剔。对啊。对啊，他知道他写这首歌大概。而且他平常就很挑剔了。啊，对。你发觉了？舌中音，舌根发。对啊，你才来才几个月而已，罩子亮得很。手举高，手举高，你声音就出来了。哦，哎，你本身也是吉他手？对。哦，你也是吉他手？对，玩乐团的。哦，对。听说你爸爸来头也不小啊。对。头很大。对，大头针，来头不小。以前有在乐坛上。哦，你爸爸？他爸爸当过林小培的吉他手。哎呦 ，Chino。那你爸爸现在还有在玩音乐吗？他现在都拿来当兴趣而已了。哦，当兴趣，现在换你接手了呀？你有在玩乐团吗？他自己当吉他手，还让儿子做这么烧钱的事。自己要的。对啊，反正就是这种音乐的东西玩很快乐啊。对啊，开心就好。对，玩快乐开心就好。来，那边欣赏的公平。这边欣赏。对。很矮哦！哎，你今天不是来当评审的吗？不是我想说有原作者在，我怎么好意思讲呢？你也知道，怕他讲了没完没了。太挑剔。哦，这一点哈吓到选手。对。其实我们前面有很多选手都被他吓跑。没有开玩笑。我大摆啲讲片时间拢当到线束的分享，大位欣赏拢唔讲恩样蛮冲。恩用版型，龙也上，你的发音发声也好，我喺龙大家分享嘅係講，你一唱歌嘅時間一定要彈，唱歌嘅人一定要彈。為什麼頭前要標兩張monitor 本語？除咗講，你啲唱歌嘅時間唔但唱要彈樂隊欣賞本嘢伴奏，還彈自己嘅聲。當演出一緊張，反正我就傻傻地唱，所以這拍子有問題，音準有問題，因為你冇衝動，你唔知自己啲唱嘛，演出結果衝起嚟。故所講，你一開始比賽，我希望得咗線數，唔但唱要唱，咩要彈，主要問題可能冇清楚彈自己嘅聲。故所講有一啲小音準的問題，還有拍的問題，你有時候會忽快忽慢，因為你冇彈，你就照着自己，我覺得我這樣唱，然後也沒有聽到樂隊的聲音。還有，我知道你中音高音很好聽，不過你的低音要再加強一下。你看你踢雜詩，行一鋪路，你做冇下去嘅。来，大白讲，要怎么样让你的低音可以很扎实的下去？再行动重要，你要再去拔开来。你看，哼冇哼，我们咬合要完整，哼一铺路，两出引出下去的。没讲唱歌啊，我刚才糊弄过就好，糊弄过我们是听得出来的。好，这个低音好好的练习，其他冇乜嘅太问题啊，给你分1个分啊，知道你咩喺我心目中的
一规比赛的自由生，你要好好加油，会对你好好的严格要求。好，哎呦，好，什么紧张？来看一下加个分数，来，好，看一下音樂停嘅分數。真的很高诶，不错，93分哦，目前你排名第1名，第1名哦，恭喜你啊，恭喜，继續加油，繼續加油，好嘞，沙來總開上帶來講講，好，嚟等啦。在你漂遊了去茶館，看風景裡行 on my way。Let's ride 後出發嘞，來到高橋塘第一里長隨時走的英雄紀念 on my way。Let's ride 經行經眼淚。Beautiful， Let's so beautiful， 山口留天鸟已发涌青春快，暮色里东落线，Let's so beautiful， Let's so beautiful， 给走飘，天天用心疼送，慢慢地靠拢。非常好，海翔好。对，你好，嗨 ，Hello。这个也是一个孝子啊。哎呀，来安尼节目比赛比到阿婆。比到阿婆来。本阿婆嗰啲看电视就哎呀孙呢。哎呀，安定一下。我昨天有偷偷的同俺阿婆讲。哎，嗨，真该，真的，就是口头禅的，学到哎，他怎么那么有戏啊？自己 Q 自己的。对啊，你是有演戏吗？还是什么？哦。叫主持天台，主持天台，讲下广播电台，对，哦，所以难怪，哎呀，哦，难怪电台的人都很对呀，很少，好活，对呀，所以阿婆要动期待吼，困，等那个等下这节目播出的时间，对，大年初8，对，然后他自己也是希望来血脂，因为崇拜比到第3關嘅時間就蒙詞，唔記得歌詞，所以啊，貼嘅要不要轉嚟？絕對唔記得，至少記得歌詞，至少唔好記，會記得歌詞，至少要記得。這次至少因為別的原因走，不會走，衝到後呢？至少，對，衝到了唐啟章的歌，對。好，開箱，OK， 當發現今日要轉來吼，要不要有準備好嘛？OK， 今日來談今日唱嘅歌嘅吼，就是講一首歌嘅其實唔透過以後，我知道咩一時喊唔來唱，好，所以講按講呢幾首歌嘅應該會表現出來嗰種好像去旅行的感覺，哈，然後希望講當快樂、當歡喜嘅心情，當然可能比賽嘅關係，可能沒有那麼放得開，所以唱起來呢就會較緊張。那個嗓音幾乎是飄飄的，好，所以你要很注意啊。這個原因是因為可能你氣的部分的運用的方式可能冇馬強，講。照理來講，安尼嗓音應該一啲啊對嘅，按講也全部都在地背，講，照理來講，安尼歡喜嘅感覺應該係衝出去的。也就是說，意思係講，其實人嘅上限
正经出来迄个山沟流田，个搭要提防鸟语花香，个搭要长走出来，其他的部分其实树都痛到的。就你来讲，你应该还按你要发挥这首歌，你应该是很开心，好。可是只会讲，人家可能讲不用痛到，结果你把它收太多了，你自己担心莫少。在练习的时间，去搞做莫少一件事情，应该係你尽量放出来，因为你透过麦克风，有影响的公司，然后控制，你怎么把你自己发挥到最强最好，这才是你要发挥的。其他的交给音响公司去处理，交给专业的。错，对 ，OK， 好，所以你不要自己收，好 ，OK， 你要注意声线的面 ，OK， 好，安子 C， 好，谢谢，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下总快上嘅分数。就是危险边缘，小心哈。所以哈，以后不一定要自己控制，交给专业的哈。好。不过厉害，自己会去控制那个大小也很厉害，那这控制度也很好啊，对不对？我们就从台上拿他演的。像他就是他都是一直出去的，对。对啊，我也可以回来啊。也可以啊。那你回来。讲，再出去。讲，还要出去吗？我走了。你是叫出去是不是？声音出去啊！好了，恭喜！好来，好来杀下来。杀落去，罗小亮带来伤心嘅酒。好来，大家啦。悲伤往事更加心碎。我变很臭了。系啊，系啊，减皮啊。识到啦。眼鏡冇看到嘅，抽到係我推完笑嘅。海年講一下哦，這額外話，剛馬來龍太給他更正一下，因為玉賢剛剛講蠻大聲，他說因為剛剛羅太哥講，你識到嘛？識到，他抽，玉賢在那邊說，不是。伤心解照，用意醉，回想往事更加心碎。沧海日水，就将爱改眼泪。中心情难言来安慰，人让苦听诉讼纷纷，看来往事难再倒。小亮哥，因為我變很臭咯。係啊，係啊，減皮啊。識到啦，潮。識到。哎呀，身體有乜問題嘛？冇問題。係啊，車差唔多700公斤喎。係啊，佢頭髮嚟咩嚟？係啊，因為感覺嚟嗬，係啊，臭到。你咩變爛車啊？係減皮啊，係運動啊，係做健身啊。係啊，對啊，對嘛，哦。還是為到做些，做些哦，哦，所以嘛個些，有辦法抽到呢，係啊，佢太亮嘅啊，太亮，太亮，你係做乜嘅？
洗衣服的遐，唔可以洗3点的哦。洗3点。洗3点。我去数个。是安尼啦。遗烟所讲放油啊。哦。所以遗烟咁个床单全部也包起来，猫起来做到。做用这年轻度，2件哦。哪2件啊？个全部太遗烟了。咩？个中型的啦。中型的。差不多系20-30床的用型的。那个不得了，哎呀，还会拿转移。筋膜啊，身体又顾好了。哎呀，你穿钱个么？嘛是爱顾身体。赚钱有术，性命爱顾，对吧？吼，对吧？对啦，吼，对啦，吼，系按久无看到诶，系啊，差不多啊，我讨厌笑呢。海莲讲一下哦，这额外话，刚来龙太给他更正一下，因为玉贤刚刚讲蛮大声，他说以为刚刚老太狗讲，你洗头嘛，洗头就他就玉贤那边说。他吸毒哦，不是，谁懂？谁是玉贤呐？是我们工作人员呐，哦，真的是哈。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讲，哎，你洗头还做事情懂多，好吗 ？OK。好，这里哦，今天冇见面哈，欢迎个按个转了哈。真嘅身体要顾哈，真嘅一样也健康嘅切价嘅，咳到錢都買唔盡。哦，後來講今日中國哈。可能係因為唔求好心切，所以你在創國嘅時候，一方面可能也加上緊張嘅關係啦。所以在創國嘅時候，始終當用力、當狠、當認真、當用力條想做些嗰種力條去創國嘅。其實創國應該係一件輕鬆快樂嘅事情啦，唔係做些啊，你做些邊死邊命去做出力。但是中國嘅話，輕輕鬆鬆的感情傳出來，也係完全2件冇同樣嘅事情啦。啊，這種咁嘅創業做歌曲，一開始你就很認真，你家創乜歌啊？來看一下，傷心嘅酒哦，傷心嘅酒，哦，唱拖飛嘅錢哦，冇事啦，冇事啦。雖然講人嘅發工作人家嘅生意嘅體質係要有嘅，人中國實力係嘅出嘅，但是能用嘅調整，自家攞適度嘅力量、適度嘅感情表現在人歌嘅當中，也係重要嘅一件事情咯，嚇。聽歌加像思維老師家對雙語實在係講過，順水聽多也做唔得，完全冇順水也做唔得，因為在突破嘅範圍中間，本聽中國嘅人，聽嘅係一種輕鬆。係一種快樂舒服嘅事情，也就成功咧。你研究一個細節，好嘛？你研究出來做到咧，你就會一步步進步。加油！好，謝謝。好，來看一下大家分數啦。看一下羅小龍嘅分數。擺台咧，本書我爸咧，我專業好好嘅三夫四槍來吼，皮帶喺度四好來啊，哈，但冇一定啊，簽石頭太啲，好嘛？係，時常討論啊，嗰個判準嚟嘛，好，安住先，安住先，在邊當做，哈，係，再殺下來，殺來，黃碧霞帶來一輛碰先生，我嚟談講啦。
嗨，哎，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哇，又见面了哈。对呀，哎，我记得你不是客家人嘛哈？哎，客家话不是我的母语，不是你母语，是啊，但是佢双拜人係知道係冇衝都係標準哦，要不要有請標準嚟啊？有一學就錯了。什麼原因？去學。我有去社大參加客語班。哇！哦，社區大學有客語班。有客語班。是哪裡的社區大學？樹林。哦，新北市樹林區。而家可能都有啦，小學沒有啊。是社區大學，那它會有很多的才藝班，有日文班、客語班。還好嗎？對對對，你是幹嘛感冒啊？感冒了呀。對，緊張啊！哦，難怪剛剛最後一句還會卡痰。聲音出不來。那也是一個特色，不錯。我去客語班最大的收穫就是一般的閩南人唱到那個村外是條路那個頭，對，以前我沒去參加客語班的時候，我說頭，那現在有去上的話，我就知道，他那個我們有學那個音標，對，那 T E U E 的話是發 A 的音 ，U 的話要發 U 的音，那個特是無聲，就是 tail。就會很標準，發音會很標準。我們就自然就會講了，所以我不知道。私人就要有講，我們發音可能還沒有你標準。所以啊，老師應該也不知道吧？不知道，對啊，對，那有經過老師的指導，我就發現說我自己的客語有在進步。進步很多，剛剛唱你真的每一個字都咬得非常的正確。對，謝謝。恭喜你，恭喜你。希望說電視機前跟碧霞一樣哈，不是我的母語，不是講客語的話，可以跟我一樣去學客家話。真的，練習練習再來比賽，衝狗，衝下個狗。多一種語言就多一種機會，對不對？好吧，好，對對對，衝的唐先生的公平的。謝謝。比賽啊，當年啊，那今年有參加比賽，你那邊沒有比賽，我有評審到啊哈。先給你幾個建議，第一個就是因為啊哈，你那個丹田氣已經有上來了，但是因為如果你一緊張的話，你聲線會拉很高，你回去試一下，一定要試，因為在外面懂得比賽底杯，你基本上80%都是用喉音，80%都是喉音，所以你回去看那個你的鏡頭。你麥克風都特別高，而且你頭是抬高的，都壓在喉腔，所以你丹田氣再怎麼出力，聲音的音量都不會擴大。你要懂中醫，你一定要回去試。你面對着鏡子，你把麥克風放下來，然後收下巴，低頭，然後你肚子出力，去測那個音量，會比倆哈多2到3倍。如果2個丹田氣，家裡沒麥克風怎麼辦？不用，清唱就可以。哦，清唱。你用手機錄就知道了，很清楚。你迄丹田氣耶，用胸腔壓氣冇胸腰，你手機一測，胸腔壓氣聲音很薄，丹田氣一上來最少1倍以上的厚度。因為你進入決賽以後，尬斯講你還會用這種胸腔壓氣口音，就跟劉若瑩那個時間比胸腰，到後面那個平穩度會跑掉。你只要有一緊張的時候，你都要壓喉腔的時候，然後你力量全部會掛掉。那種中藥難得有倆機會哈的那個很穩定的進步按導哈，也希望你能在我們的年度賽裡面就會看到你，所以我希望你就是說你轉音一定要針對這個麥克風位置去抓那個聲部，好，要不然你懂口線，因為已經進步很多，而且你聲音很輕柔，唱歌有技巧，已經帶律動，我非常看好你，謝謝，而且穩定性夠。就給你一些建議，哎，好不好？謝謝，好，加油，加油，謝謝。但不知道吞那個口水有沒有扣分？看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幫我們下嘅分數。好嘞。還好，還好。他應該可能本來在94分的，就扣一點啊，扣掉了。還好，沒問題，再努力哈。謝謝。 OK， 謝謝你，回座休息。好，傳統組嘅比賽，T 4禮拜頭賽啊，最後一場。最後一場。所以下禮拜冇跟我賽制是吧？哎呦，有哦，加油！哎，下禮拜比賽，下禮拜有冇咁樣啊？冇咁樣咯，好高啊！好高咧！來，今日算演出班啦哈，演出班啊，演出班，很多高年期間啊，來，介紹下評審先生啊，李秋霞先生。
李生炯先生、罗英先生、林占义先生。好，来讲一下评论那个规则，好来。邱亚先生。啊，腔腔迄涂太衰哈，所以现在上腔腔迄，注意四十八节咬丝弯去啊，你唔好记得你狗齿，唔记得你狗齿，冇跌破，冇太塞，唱啊。太塞的嘛。太塞。有点嘴，有点塞嘛个东西，全嘛个东西。那在意老师嘅本样家就临时接一只东西本来是。哦，所以啊，你印全都知道呀。润喉啦。哦，润喉。糖的什么啦？一糖唔是你冲来。对。好，做点嘛。啊，冲来。唔是。糖的什么？糖的是。记得咯，咬丝、弯曲、四十八节，好，还有表情，那同你有分数。加油！好，陈先生。有唱 TV 唱这朋友。唔偏远带来乐山歌。来，弹开啦。有限时间，冲山过人生贫穷富贵，命中天身体了，天空啊。快乐到永远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嘿，也公演期间哈。系啊。有那了嘛？无啊，电下啲练那个造福员嘅实习。哦，啊，公演也冇不用去喊哦，喊啲练习都做。因为我差唔多一年呀2年时候考试诶。是也他们做考试。系啊，就上网嘅练下。可以考哦。对啊。给英国去考哦。考证照都错。对。漳州的一周公演。就是好搞给那个。就是门槛。人家透过科系做长照就会考个证照就错嘞，我毕业要毕业要考。考到以后，你知道有这种证照当作为服务员，对不对？我做唔得去服务员。哦。哎，你就会用那种想法去演嘛个演员？因为个阿婆中风，然后结果我就想讲，因为我有大概就听阿婆安个灌食，然后还有就是包纸尿裤那些，有照顾体。对他现在没办法自己自理。哦，对对，然后就是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会帮忙阿婆这样子，然后就是牵她走路，她可能没，就是要牵着她才可以走，不然她没办法自己走。那你平常就是上课时间，那谁照顾？妈妈照顾。妈妈照顾，对，回来就换你们。对。因为你天使爱心哎，真的好棒。因为希望可以就是照顾更多。
就是家人哇，或是好棒，家好棒庭那种。对对对对，如果以后你老的时候需要照顾，我再留下电话给我，不要乱讲啊！等下也留一个给罗哥啊。团购打折一下。啊，希望不要了。希望不要，希望都不要。天空最重要啊！对对对。哎，过年期间对对对，呸。对你啦。冲突来，唐先生来讲辩了。邱亚先生。唱歌的吼，伊条件非常好。不过要买这种的条件，好像要一只学问哦。唱歌伊讲要买去吸气，要买去温气。你在乐山歌唱了像那行云流水，唱了真好。不过我记得人家温气所在，人家气上这样多。你第一句将我唱的哈，实在是唱一温下一节的时，感觉本感觉。你气上，你唱得当明显，所以你啊运用个吸气温气的所在，你技巧练习一下吼。好。太子双语来讲做得，不过你唱你听一句超过路，所以变调前用气中的唱曲，后边也是感觉你输音的时候就比较很弱的喂。提示句没听咯，快乐多，但快是咪的音。那你乐山歌是咪的音当多啦，你就要冲上去嘛，比较很难。所以你迄讲冲上去时，你能够运用我的假音冲上去，好，你莫硬绑啊，硬绑上去以后你就别音，我就明显哦。快到多的时候，咩到强到老多的时候，感觉你输音比较有很弱的喂。你啊，用只所在吼，老家讲个快乐，这方面你迄有能够吼过进，还相信你嘅分数能够更加的增。加油！好，宋先生，来，看一下大家分数。看一下吴皮源嘅分數。好。所以其他球场因为张九文嘿，其上礼拜分数没当好，係啊，係啊，安呀分數沒跟我當好。沒聽過呢，注意這位老師教的哈技巧，迄個方面哈，迄個補出來哈，哇不得了，個分數行啊，可能會有95分啊，係啊，用分扣好，加油加油哈，按這些專業當中，係，沙落嚟呢，沙落係聽書陣帶來平白，來疼啦。來結了緣哦，但是可能沒機會哦，因為某一天哦，我這兩天咳嗽咳的，今天還算。唔睇要錯唔錯歌詞誒？人生才是。前一陣咩又重新結婚呀？重新結婚啊！哎呦，我有拿相片來。哦，有相片哦。哎呦，這個，哎呦，這個年紀了還可以穿得這麼輕講呢。對啊，那個是3分人才7分打扮呢。一场
林秀珍静吼，两位主持人好。用个暗号啊，也摆安尼会先都也投胎水，我发觉讲来参加安尼节目的挑战的朋友啊，都很有爱心哎。对，每一个都是做志工呀，退休以后，这个是以后的趋势啊，趋势真的哦，因为过来都是老人社会比较那个，大家就彼此照顾彼此。对，哎呀，你讲伊度诶，讲3届啊，3届啊，哦，廿个年头讲3个无多呢。那时候是53口号嘛，对不对？3年生一个，3年生一个这样子。哦，53口号。那个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子。哦，不是那个时候，他不是。再后来就是2个恰恰好。哦，2个恰恰。对。哦，你那个年代53。比2个恰恰。没有，我是生3个哎，我2男1女。对啊。现在是一个不嫌少。对，一个不嫌少。有伤就好。有的还不生呢。有的还不是顶客族的，对呀。所以用按有爱心嘛呢，哇呀，一杀起啊，那个服务哈，哎呀。像我们这个也是要经过那个，像刚才那个照服员，我们先都要先训练考试。照顾服务员那个证照一定要先拿到。对，有扣多张，没有扣多就抽这个最基本的。然后再去外面拿师资。师资，所谓师资就老师的资格啦。哦，我还以为还有钱可以拿。还可以教他们啊。有钱可以拿吗？有薪水吗？中型上应该就有了。他们讲师是有薪水的，有薪水。去外面聘请老师有薪水，我是直接在那边整天在那边服务。就当志工。也是有薪水，也是有薪水，就没有另外再拿这样子。对，那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这边都是赚健康嘛，对不对？赚健康哎。对啊，来这赚健康。大家看到人家都没当伙计啊。对啊，他们都很喜欢来啊。对啊，还有做创国的本给他糖以后。我教他们带动什么的。带动像团康啊有。那你改天啊，下一次有机会再带动我们一下。下一次可能没机会。哦，因为某一天哦，我这2年咳嗽，今天还算。他有抽唔抽果子哎？没有，因为我去感冒啦，重感冒。这2天咳嗽很严重。哦，那看还有没有机会的唐市长的公平那里，来。给魏生总欣赏。陈秀珍，老师好。今日创了小品班啊，在什么来讲，创了种腔调，挺特殊哈。那一般的唱腔我嘛强样，唱到以后啦，你可以完整唱腔来。可以包容，可以接纳这样子。今日呢，你唱了3个啊，有2者为数，可能你感冒是满少哈，是个满少些，因啥为在中途从李小姐讲的，不认同关系为什么关系？再唱3个，3个，3个，5唱为大家了了。是个关系方式呢，个冇按完全啊，好了安排加讲个就是在场3个3个头啦，全了润，有多少卡的梅头哈，按最尾期闹练个头，因为你感冒关系上是啥的嘢哦，你啊所以唱歌，我有其3个讲唱歌啊，上一天为轻嘛。你沙些对了老师，有很满足的哦。希望讲还没有机会再些，另一方面呢多少改进，是咪？好，谢谢先生。可以加上模，没有，今天上江已经很好了，很不错。怕中途咳嗽哈，你没办法唱的。哦，黑了，很不错的，很不错。来看一下两个分数啦，来，看一下陈秀珍嘅分数。会发得很久了，又发很久了，发了很久了8九。对啊，要分数。还某一天啊。较问险对位，较问险对位，唔捌先做毕业当中，好嘛？这些按你爱前面有一天要过啦，哦。来，沙雷，连紧带雷3个字。弹完了。
两位主持人啊，你睇過好，阿金哥啊，又來了，係啊，果葱絲架。哦，果葱絲架。哎呦，夾爸爸咩啲安尼客家嘅非常有名，有 TVB 啊咧，啲先生咧，啲前輩哦。佢創咗成個慢散手啦。慢散手，慢散手，頭擺就隨意唱的啦，隨意唱啊，唔係講重口出來啦，係重口出來，對，就像劉三妹樣嘅，很多三妹嗬，全部都重口出來。係啊，就像安尼雙禮拜有啲後三妹，咁樣重口出來啦。重口出來。好了，所以大家唱歌咪重口出，冇唔係嘅意思，我們唔是像詞，就像安尼嘻哈一樣。隨口，我講到隨口出來，隨口出，唔係重口出啦。佢咩頭擺都帶到重口咩？係佢都帶，哦，帶重口。哦，係咪有得故事嚟？有。劉三妹，佢哋哦，那麼就那帶在重口鬆口嘛，重口菜了，哦，那重口所在，他你創上是講哦，隨口是講到重口出，哦，佢劉三妹演講會創山歌，就演你嚟去挑戰，在咧一選啲山歌所有嘅挑戰，到後邊都劉三妹都個四三夫，佢是講請問你。唔知劉三妹帶哪位冇？你劉三妹講，你請劉三妹做乜啊？點解？在上咧一上咧上個數，我嚟挑戰。劉三妹是演技一發，後邊四姨劉三妹，家門阿公那位來，這個山歌重口出雙口音啦，意思說在也是講佢帶在重口嘅意思。那有山歌順在來。咁嘅意思。來唱一下，唱咩？我唱嘛，打扮的劉三妹。這呀係啊，都講句係嘛？打扮的劉三妹，打扮的連潮蝦。打扮我打扮啊！打扮的劉三妹，打扮的劉三妹，打扮三妹，三妹個情。佢咪咩雕狗嚟啊？係啊！我做啱啱做一台要幫你行到樓台，聽見先我行到樓台，唔好聽到台。記得條咩先生唐人裝嗰條，哦，係冇得雕動過嘅。係啊係啊。那邊先生嚟講邊老師。今尾啉睇過吼，從散個字，可是你今尾從個咧強吼，當好堂，然後又自家嘅提升，其實人當講你當了解你自家嘅上色，吼，香港你嘅上任樣班來表現，對你來講係最好嘅吼，所以你現在按樣嘅重發非常嘅好。即講，既然你要按樣先嘅本錢，吼，我就想講係唔係？你喺做得很牛年一條，比如講你嘅提三記吼，超視偏T黃檢石吼，嚇，從兩篇嘅專業嘛，我感覺你喺做得加隻個人上去，吼，喺個最尾豐年歌，我咪感覺吼，你才數每嘅時間吼，應講語音繞梁嘛，吼，最尾本睇個哦，啱好彈嘅啲腔調啊，吼，原味啱做，最尾就個一個人到佢調上去，我想對你來講，唔係咪難事，可能比賽對你來講上係安全過關就好，吼，唔過我相信你做得到，期待你做得唱出咁樣嘅原味。好，係，什麼意？好，謝謝，好，原味當好，嚟看一下人嘅分數，看一下連年嘅分數。我創暑假都冇經驗，冇強樣嘅分數。哦，加油啊！哦，記得加油，冇錯，可以啦。我嚟塞下嚟呢。塞落去煮水就帶來廬山歌。嚟聽下啦。人生才是
是节季，哇！当讲前一阵诶又重新结婚呀，重新结婚啊！哎呦，就强啥嘛？嘟嘟好，佮你讲没有啉那位财团啊，佮李总啊，有赖叫我们说，多多去参加，本来想无位哦。参加参加嘛，给拍婚纱，拍婚纱，对呀，我有拿相片来。哦，有相片哦。哎呦，这个。哎呦，也是全家福对，就上礼拜3，对，全家福啊，孙子都去玩啊，女婿都没有来啊，啊，子子孙孙哦，啊，这媳妇啊，儿子女儿。结婚的时间有做礼服吗？新娘衫吗？有，只有穿一件去照相馆，结果结婚嗰日。我先生已经上啊，中下年了，就没有去叫人家来摄影。结婚给你冇？就嫌加球啊，没有技术啊，加球翕冇办种啊。哎呀，冇留到。对啊，就想说，好，这一次刚好里长就一直叫的我来去参加。我说好，结婚多年嘞？就嘟嘟12月8号，58年的12月8号。这个12月8号就50年，50周年。哎，再过几年嘞？钻石婚，钻石婚。哎呀，就孙子没有来就很可惜啊，通通都去玩呐，女婿，就小女儿和媳妇儿子。下一次钻石婚，钻石婚的时候，拍几个用他了。可是他这个是6500对，你知道吗？哦，那么多啊，在南港展览馆对。哦，那安泰盛赞哦。对啊，他那个是公益的，公益，这好玩呐，这样好。 60年钻石婚的时候，再拍一摆，孙儿的全部去，哦，对啊，希望他们。来，那李先生来讲，张先生。今日呢，最早期呢，所创的哈，通电针的，一般一年呢去落山沟哈来狗屎地杯啊，43英的方式来按用来带出来。但是呢，你冲我样呢，通头半的，头半谈个什么？啊，头半头啊以后，你讲你想要创到行云流水嘅方面，但是呢，头半落去那边呢，你用个。你用個頭來嚇，叫頭來抹個邊擦啦，哈，對吧？就像你那種感覺咯，你家行路啊，慢慢的，哎呀，太慢一點，我在家裡唱又唔會，屬土可能要好，下次我盡量更加好，嚇，你啊，主要人家都。 有點老缺點啦，喺擺啲落山歌哈，可以用一樣嘅方式，屬土各方面嚟加強。聽下這個今天不對啦，就老師有在，你要認真唱哦，我下去啊。要以後真歸宿我嚟講。謝謝老師，謝謝。啊，結果下一次啊，佢會好好唱啦。看今天有冇辦法下一次，果然下一次。來看一下佢分數哈。看一下主水酒嘅分數。 有哎，走嘞，没问题。谢谢老师，谢谢。
太多。有太多。哎呀，恭喜啊！恭喜！老师讲我会看呐，看你唱啊，你要好好唱，还是一样听话。不好好唱啊，打屁股啊！下次来我真的是。来，慢慢谢谢老师，厚厚的收藏起来。谢谢帅哥，收起来。谢谢哈。什么？好了，杀了。杀了罗义雄，带来平白。哦，罗义雄。罗义雄。啊，罗志祥同佢妈关系嘛？罗志祥，俺们唔知等下公布一下好咧。哦，来唱歌啦。路人流来趟那转啊，填不了树啦，后上流来趟那转啊，为啥了？老太哥好，又见面了哈。哎呀，双拜迄那归来，双一起啊，双归都错个。双归。哦。你是你归嘅时间。起重唔多。起重唔多呀。摩擦。你有自家 style， 嘿，你有自家 style， 嘿，唔，唱歌还艺术啦。对，还艺术。哎呀，反正你就不用强松冲，系啊，不用强松冲，又经过海鲜嘛，哦，也就是啲淘汰赛嘛，哦，变到淘汰赛其实咩不简单嘞，100比赛几啊百三的嘛，系啊，安尼经过到呀淘汰赛咩，系啊，到了舞台当中就几百三去的，啊，其家其实佢唱到也有迷途啦，有晕迷，但是。这 key 可能会调整一下，你唔怕啦，唔怕。但是欣赏到某位欣赏也唱法咯，哈，可能哦。来，唐先生的公平来，哈。老太哥一搭送啊，哈。係。你 key 嗬唔錯，係嘛 ？key 唔錯是冇法度將你嘅韻做出來。不好唱，唱不起來。因為你 key 不對嘛，你 key 唔錯，你韻就唔錯嘛。哦，你平板山歌是按照腔調冇腔調，腔調冇腔調，好。对，山歌了愛那一唱啊，你山歌了，以後是帶咗你帶到以後嘅玩意，你帶咗你就會後面咪做出來嘛。你唔會唱歌嘅人是個個都上去帶你帶得下來，你唔係你帶到你後面嘅熱情就後面就非常明顯。山歌了。最重要就你聽一句歌是亂掉啦，你上了搭下了啦，你點啊？好，太原細字然後唐你就太原唐轉落雨又唐轉太上啊，係咪啊？你一跟撞落去，所以你歌詞是錯唔錯？因為非常非常太嘅劇實，哦，冇法度叫哦。沒關係。你點啊？
不过你笑容真好啊。谢谢。系啊，阿瑞有讲啦哈，快乐多啊，过年时间太好。系啦，欢喜就好了啊。哎，咱人家讲的是讲，不管欢喜所在无关咯，哦，太人嘅欢喜哈。哎，大专的时间因为你大，所以你现在这边在做的。来，请大上，看制作单位分就做为分作呢，因为你笑容非常非常的可爱啊。来，请大家谢啦哈，加油！好，是这样子啊，对对对，还能看一下亚分数了，看一下罗上嘅分数。凡事了梦来来呀。怎么办？初中叫的。初中。哦，安尼怪得呢，怪得呢，本初都冇舒服。系，好大问题。还能看一下亚分数了，看一下罗上嘅分数。啊。亚分数係起唔對啦，係啊，起冇對到，係冇對到，係啊。爭過來唔怕，爭過來唔怕，係啊。哦，按住先嚇，快些嚇，這裡。睇講什麼？係。沙來，劍鋒帶來3個字。來，頭講啦。劍鋒子，係，因為搖頭啫嘛。係啊，很多人你就搖頭啫嘛。係咪？衝硬唔好啊。啊，咁唔愛？哎，咁唔愛？嚇？可能等他他們平時欣賞講講對，係啊。佢唔怕衝水就好了。係啊，就中國歡喜咗啦。係，不用輕鬆。係啊，你一啲嘅車架倉唔喎。啲啊。啊啲啊。好。佢聽錯自家啲啊。咩？佢雙倍，已經冇人淘汰。哦。要叫進來，佢本來劍咁耐。哦，讓我講。係排泄啦，原來都衝過啊！你咁好嘅朋友，係要幾邊進來啊？來衝啊！希望係咩嘢？係咪朋友in國家？連歸蘭啊！哎呀，連歸蘭做嘅左手嘅啦，連歸蘭。左手嘅連歸蘭。喐唔怕來啦，講嚟會頸啊！咁冇衝開唔好。哦，叫變來啊！變來。冇啦，冇啤啦。冇啤啦。時間俾上去進來，係唔係？但是只係想講啊，我哋變翻啦，係啊。所以見面即係講個。唔好，唔好，衝牌子都衝唔好。都係好啊，冇話咩唔掂。睇唔着咧，來睇一下。吳先生，來電公司給你唱了3個字，終於也可以唱歌啊。第一句也談講，哎呦，因為你所有唱歌嘅嘅場合，我唱我都多年啦，嚇，也偏心過。哦，真係。我感覺講我第一句唱咧，比以前要進步。
哦，毋过天气开始爱看伊要跳淡淡，迄个上过吃的嗰种而已个。有时我可以发现讲伊对了过吃摸熟啊。我一在老咧个朋友共下咧互相谈讨的时阵，我当伊讲的要求是，三个过吃其实会熟，会黏度会当真可安的。你除了第一季当真上个床之后，天气开始经常经乱，可能与心情有关系啦。因为过吃因记得啊，你是唔对，了机床咧行机慢慢食，你是全部脑机一片空白咧。佢非常熱心愛啲嚇，對喺客家山歌嘅嗰種係要咧容易接觸來些，你一點我非常係肯定佢。不過我係很希望佢講，拿出用心來嚇，來學習我哋山歌。我相信你用你有熱心啦，hand擺你山歌一定會經常更好啦，加油啊！好，謝謝啦，謝謝。我練啊，係啊，練到會變做熟咯。至少嘅歌詞會記得。係啊，呢個冇，可能係無限啊，嗬。係無限數。係啊，好，所以一本書行去看嘛。當然去看啦。加雙語比84分啊，唔上會比佢較高嘛。行下個啊，冇啊，可以下住啲。可以下。可以下嚟見報嘅本書。好嚟。哎哇！哇！2分。恭喜你跟上一位同分。同分，很辛苦。唔係先生，我靠你啊，可以慢半日做嚟嘛，嗬。現在邊啊？今日冇聽我，結婚啦。按住先嚇，按住先。好啦，下來，總免費帶來羅山歌。係，騰㗎啦。你好，哎呦，今日打扮都按灯一下กันเลย哈，你要參加兒童組誒，嘛唄，很像少。對啊，為什麼這個打扮成這麼可愛啊？你哈？你的化妝是真厲害，佢係做嘅客家花布嗬，我創到3個，伊都同佢打扮安尼啦。哦，所以啊，佢後來同裝嘅咧舅舅，係佢家帶來，你家帶來，辮子啦，辮子造型啊，好像少女團體哦。哦，真的啊，我還以為這個他是參加這種姐姐台，對，不是青蛙啦。
哦，所以也也个准备个衫裤。我贴迄请人做的啦，嘿，希望评审欣赏会帮我加分。加分啊，造型分数。哇，贴片请人做呢，很有心。所以你要不做下身啥物参加个世界客家中青会？中青会哦。没是唔对啦，因为我哋特别制作制服。哦，还有制服就出来。做制服，当时得参加。哦，你在参加客属总会啊，么个也系中青。世界总乡总青会。世界总乡总青会。 2年办一次啦，啊，今年多领导我哋台湾办。哦，系咪2年办一摆？啊，有多哪国家办过诶？泰国啦、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香港，拢有办过嘿。哎，总共办几多年过诶？18年了哦。18年啊，已经办9摆咯。嘿，6年1摆。9摆哦，啊，大概有当多人参加嘛？差不多1000人。1000人啊，有咩青岛嘞？对啊，全世界总心、总乡啊，系啊，总经费。哎，我也得我上去表演嘛。无呢，用枪。 罚钱枪表演舞团来表演，罚钱枪，他一般唱专业的人来表演，了解家己就好了啊。因为有4帮人啥拢爱结来呀，所以表演过好看，千好看变看嘞。对，过好看嘞，南部强哈。啊，走啊，南部强。我用米农啊。米农啦，哇，米农非常的强啊，后山后水啦哈。对，那边欣赏的公平老师，欣赏。 好，该中台子，刚才讲去龙椅堂有啊，有啊，有哈。好，其实我讲今日按打扮起来吼，当等一下做你客家嘅兔女郎代表，还有像，嘿，从图用哈，当等一下。基本你从嘅罗山歌吼，其实讲实在嘅汉腔啊吼，汉个你爱遇到猥琐从嘅音，唔系讲当准。 咁個才嗌嘅言語，其實可能你講紅毛幾叫係嘛嚇，嗌吞啊嚇，所以你對你係漢腔唔係言聲唔係當清楚嚇，咁個嗌基本對你嘅你係分數唔係講聽唔好，係因為嗌感覺你嘅上非常嘅好，所以你按樣去來處理來講嚇，唔係講當好，唔講咩，唔係講當唔好嚇，譬如講提起佢人生才是幾十年。 好，像幾十年，其實了南部嘅私人腔其實冇賣漲，你就係漢腔唔錯咧，嚇。幾十年啊，好，幾十年咪幾十年，好，所以倆就係漢腔嘅問題，嚇。韓國雖然依個係動足，嚇，咁個羅山歌嚇，佢係獻上，唔係被戲唱。 好，所以最重要係你聽意記，韓國提示記，應該獻上，獻比將來，樹妹樹比將來，在人間啊，啱就樹睇咧，唔過你最尾嘅樹嘅妹音，那個韻味你沒有把它唱出來，就係羅山歌樹妹嘅聲音妹冇樹到。 吼，所以認真來講哦，你係做得到了幾點好做到好，我相信你嘅上按照條件，其實你唱歌運動非常嘅好，這個係到佢做到功課，我對你有期望，希望你。好，謝謝，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好，來。啊，總免費嘅分數。 做的播出，係人個味哦，係啊，安子謝，多謝，好在味當中，嚟，好嚟，沙來，用橋影帶來3個字，嚟，等我啦。想唔冇。
祝福你，很紧用把啊，中紧张，紧张啊，来按多摆啊，你紧張對嘛？係啊，等待。當然，一無水飽，一要感冒，初痛叫嘅，初痛叫，哦，安尼怪啲呢，真係問題本初都冇舒服，係啊，係問題嘅，真問題嘅，係啊，哦，誒，公司嘅生意，公司嘅生意，好不容易啊，慢，哦，拉巴大，好像突唇誒，對啊，好像天數突唇誒，太哦，生意突太，哇，而家又突唇咧，係啊，係哦，對唔對？因為暗號，嚇暗號嚇，含飴弄孫，真推橋嘅，所以孫嘅英語本日會吐。哦，但是全部得咗就本土是吧？哇，冇辦法啦，就看樣係你自家啦，係啊，家庭重要。唔攞佢幫忙樣嘅啦。對啊，看你按住你天數誒，對啊，這些這麼有愛心的人都去幫忙長照照顧別人了，對啊，需要幫助的人，我們自己的人都不照顧，那個還有天良嘛，對吧？對嘛？對啊，啊，也是要看自己的狀況啦。是，只要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最重要。對，好了，而家見咩心情很模糊，所以自己唔錯嘅，唔錯嘅，自己唔在意先生。今日咧，你啊，田邊睇歌詞嘅氣氛嗬，差不多車熱，我車啊，可以用變定義樣嘅嗬，即講喺呢邊咧，而家有機會嚇，一希望嚇多多嘅加油嚇，嚟及時啲同嘅忘記睇你嘅同嘅歌詞嘅氣氛咯，感謝位嚇。好，謝謝，好，嚟呢條係補充一下啦嚇，今日各位嚇同你。唔記得歌詞，而家最初一個唔記得歌詞啊！一上去同你一條那一片空白，阿彌陀佛，漸漸開朗佛啦，OK 啦，記得歌詞輕重要，平常心，嚇，安尼叫人咯，安尼水叫用啥？正面看動槍，嚇，再去驗一下 DNA， 看用廿把，哦，咪要唔見得嘛，嚇，係哦，多少看有槍哦，有槍嘛，正面看有槍哦，嚟。可以啊，可以。那企到入嚟，企到入嚟，可以啊。嚟。正面有槍，正面都動槍嘛？正面咩有槍？槍幾開？真嘅咧。有槍啊！有槍。我老妹冇來行下槍。哦，真嘅哦。真的啊！真的，你跟他有像哎。你去剛才吃到青槍冇？有槍冇？哎呦。就咁嘅，好喜歡。啊，有槍吼，好叫音，都聽到。係，你練水叫唱佢紅嘅刺眼，佢唱歌當刺眼。啊，你唔免硬會緊張，所以緊張咧歌詞就會唔記得當到紅樣嘢嗬。啊，有限歌詞，尤其三歌詞，最高音是咪的音，所以你當到那個咧高音嘅時候咧，嘿，你會嗬，而家你唔記得，別個哦歌詞唔記得啦嗬。還有刺眼，哈，你會忘記上心，你會唔好忘記啊。所以你講四級八級非常重要，你都冇注意。還有高音嘅時候才，好，安尼選歌詞非常重要。三個字，記得盡量唔好選到最高音是咪的音，你就要別音，哦，呢非常重要哈。希望看還有機會嘛，因為今日哈聽修怎樣嚴多啦，不然3集唔記得歌詞哦，你嚴多轉來，不然聽修怎的分數沒有89分。你啊，同你3集84分咧，可能係啦。哎呦，所以分數應該都84分啦。可能係啦。看一下，用叫應嘅分數。好嚟。哦，冇啦。加一分啊！中意啊！唔必要的養一分。好啦。係啦。哎呦，兩姊妹。有槍。哎呀，互相加油啊！嚟啊！互相加油一下。嚟，排些，唱下一首哈。唱一下。後窗各位朋友，激喺度報名好。好，打電話來哦，066667人，還有你個傳真電話0227778132。好，第二他個嚟報名哈。係，第二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評審先生辛苦嘅。還有恭喜產生的，辛苦啦，繼續加油。多謝，辛苦辛苦啊。是孟小香老師，還有孟翠琴、3月6老師。
师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辛苦，还有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辛苦现场工作同仁最辛苦了，谢谢。下礼拜梦记得一定准时收看呢，老年大对头，老年共下来，新年快乐，拜拜。